我自细汉伫戏班大汉的，阮老母是演歌戏，甲阮遮兄弟姊妹拢饲大汉的。啊，但是呢，自细汉受教育讲吼，台语无水准。啊，你会感觉讲阿妈妈的物件文化啦，甚至即个语言，拢感觉是一种较低赞的。但是你做了局长了后，啊，才知影讲啊，原来台语是正港的代表台湾的语言，伊的水气是用结合着咱即个生活中的智慧。啊，讲阿嬷啦，你若甲伊用家己的母语吼，甲遮的老辈讲吼，伊会甲因的长仔长度拢讲出来，互你听。因会用伊的灵魂甲你做交流。啊，你若用吼所谓的华语、国语的话，因拢会想要转一个，拢主要甲你讲的是用较头壳的啦。我第一届我导戏出来吼，我迄出戏拢无讲着话，拢做身躯的动作、肢体动作尔，因为我毋知影要安怎讲话。到第二出戏、第三出戏，我才知影讲啊，我着甲我心内话讲出来，透过我的灵魂甲人交流，就是我的母语嘛，就是我的遮水气的台语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生命的智慧就是一代传一代，语言就是文化的根啦。啊，每一个文化做落去上赞的物件，以后拢上网咯，这个物件就是永远流传伫个人世间啦。这就是咱的宝藏。公司台语台7月2咪来。